Hello，各位師兄好，今期介紹一間新開嘅店。呢間店燈光效果非常絢麗，氛圍感十足，連個泳池都裝咗好多燈，閃下閃下，整體環境唔錯，夠晒新淨。話說最近湖北呢度開咗一間新店，個名夠晒霸氣，叫做京鵬國際水療。嗱，呢個名一聽就知道揾專家設計過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京字喺古漢語裏面引申義係高大建築，鵬呢就係指古代最大嘅一種雀，咁又京又鵬，聽起身都感覺好有霸氣。咁其實呢啲就我自己講嘅啫。實際上點解起呢個名？因為呢間店喺京鵬賓館裏面，所以間店就直接同間賓館同名。右邊有 lift 可以上去，京鵬足療29蚊9，哇咁抵玩啊！知道小費幾多呢？間店呢其實就喺2樓，走樓梯其實仲快一啲啦。然後上去樓梯呢個轉角位，我屌都未裝修好就叫我過嚟拍片，會唔會太心急呢？其實好多嘢唔係話你快就好嘅。哇！呢一圈七彩跑馬燈係咁轉，比嗰一個標題字仲要搶眼，因為呢種古銅色嘅招牌字放喺呢一個花呢碌嘅背景牆上面，視覺上比較難分辨。有個部長說咗出嚟，我就費事拍人啦，拍一下腳底下呢幾扎花就算數啦。右邊係女賓區，左邊就男賓啦。入去沖涼房睇睇環境，更衣櫃數量都幾多喎，而且整體都好新淨。然後行去沖涼區嘅時候就要小心一啲，呢度底下有一個好大嘅台階。沖涼房都有門簾遮住，隱私度夠晒，而且空間都好闊落。呢個層高應該都有個3米左右。最正係個水龍頭非常高級，有3個檔位可以切換，下面嗰個檔位可以洗腳，上面嘅話就控制2個花灑，一大一細，水壓力度可以自己調，都幾猛。然後 Locker 仔同我講有3個泳池，但係我實際走過嚟睇睇呢，咁其實就係1個泳池劃分咗3塊，牆壁燈同天花板嘅燈出盡力係咁轉，氛圍感十足。旁邊有張床可以做個擦背項目啦。然後睇真啲，泳池啲水都幾清，然後水面仲擺咗好多嗰啲得意嘅公仔，又幾盞鬼喎。對於細蚊仔嚟講可能比較幼稚啦，但係對於我呢一種大人真係忍唔住拎起身玩一玩。啲毛巾都有放喺消毒櫃，保溫殺菌，拎出嚟暖粒粒，呢一點值得加分。行出嚟大堂，哇！呢一種深藍色嘅燈光，室溫好凍啊，成個睇起身就好似一個藍色大冰窖咁。空間位都幾大，總共估計有50零張梳化，前排有2部電視，後面見到有啲工作人員喺度砌緊張桌球台，睇上去差唔多都快整完，估計就嚟投入使用。隔籬仲有一個亂七八糟嘅區域，仲未裝修好。部長話遲啲呢一塊會放一啲遊戲機作為娛樂區，唔知道到時候係擺幾部嗰啲入品嘅街機啊，定係放 PS5 呢？然後問咗下美容師呢度嘅收費，佢就話入房按摩送1上1下，2個大堂，小費60起。小費我就聽得明啦，咩叫做1上1下2個大堂呢？聽佢解釋就話按頭肩啊、按手呢啲屬於上，按腳收腳就屬於下。我覺得聽起身都神神化化嘅。做過按摩項目都要分上下，去過其他店好似好少做呢啲咁嘅區分。不過美容手勢都算 OK 嘅，比較溫柔。
然後用餐區嘅燈光，同樣難度似個冰櫃。菜式就普普通通啦，一啲家常菜，總共就4菜1湯，白飯任裝。隔籬嘅水吧仲可以叫服務員整餐蛋麵。部長就同我講，而家剛開業冇耐，所以啲餸呢就唔係好多啦。遲啲嘅話可能會加多一啲，口感都算過得去。但係見到呢一個裝飯餸嘅托盤，真係想笑出聲。同嗰啲乜鬼電子廠飯堂感覺一模一樣啊，好似翻咗10幾20年前喺工廠打工咁樣。用個大碗裝住，感覺都好啲。用呢個托盤食飯，真係感覺奇奇怪怪咯。然之後走過去房間區睇睇，更加精彩。走廊盡頭呢塊紅白藍帆布真係經典，即刻令我諗翻起上世紀70年代嘅香港，仲以為自己穿越時空去咗重慶大廈。部長解釋就話呢一塊準備整成睡眠區，轉個彎走去條走廊，哇！7彩跑馬燈有啲光污染嘅感覺，呢啲咁嘅死人燈光係咁閃下閃下，轉下轉下，行入嚟就好似穿梭喺時光隧道，非常有氛圍感。再行入去啲，又變翻晒深藍色燈。身處喺呢一個環境，真係覺得痛到震啦。最後就嗱嗱臨揾個師傅帶路入房，房間睇上去都幾闊落，裝修簡約，啲毛巾啊枕頭都新淨，仲刺繡咗個 logo 上去，京鵬國際水療。冷氣睇上去都係新採購嘅。總嘅嚟講，京鵬水療硬件方面算係唔錯，最大特點係整咗好多嗰啲咁嘅氛圍燈，可能嗰個老細中意呢一種 disco 風格啩。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係嗰一條時光隧道，行完之後成晚發夢都會諗翻起嗰一個7彩跑馬燈。間店呢就未完全裝修好啦，不過到我發片嘅時候估計都七七八八啩。咁今期影片就介紹到呢度，下一期再見。